主后2023年7月2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为主工作，无嫌劳苦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哥林多前书15章35节到58节。检采有人要问，世人安怎搁活？因会用甚物款的体来？戆人，恁耶罗地的种子若无死去，减会活起来。恁所野的，无论是麦仔，也是别款五谷，不过简单是种子，毋是后来大丛的形体。上帝照伊的旨意，互种子有形体。逐款种子有家己的形体，逐款动物的肉体嘛拢无共款。人的肉体一款，兽类一款，鸟类一款，鱼类各一款。有天顶的体，有地上的体。天体的光甲地上的体的光无共款。日头有日头的光，月有月的光，星有星的光，甚至逐粒星的光都拢无共款。死人的搁活嘛是安尼，待落去的会朽烂，搁活的袂朽烂。待落去的是卑贱的，搁活的是荣耀的；待落去的是软弱的，搁活的是勇壮的；待落去的是血肉的体，搁活的是属灵的体。既然有血肉的体，就有属灵的体。所以圣经有记载，头一个人亚当受造做有活命的人，毋过落尾的亚当是赐活命的神。大先有的毋是属灵的，是血肉的，后来才有属灵的。头一个人是对地出，是土造的；第二个人是对天来的。所有用土造的人，拢甲迄个头一个用土造的人共款；所有属天的人，嘛甲迄个落马来属天的人共款。拄亲像咱有迄个头一个用土造的人的形象，嘛有迄个落马来属天的人的形象。兄弟姊妹，我甲恁讲，血肉的体袂当承受上帝国，会朽烂，嘛袂当承受袂朽烂的。我要甲恁讲一项奥秘，咱袂拢死，不过伫一瞬间、一万年久，最后的六百一个蛋，咱拢会改变。六百蛋，死人会搁活，变做袂朽烂的。咱嘛拢会改变，因为即个袂朽烂的一定着变做袂朽烂的，会死的变做袂死的。当会朽烂的变做袂朽烂的，会死的变做袂死的，迄时圣经所记载的话就会应验。死，互胜利吞落去啦！死啊，你的胜利伫倒位？死啊，你的毒气伫倒位？死的毒气是罪威力，是对律法来的。感谢上帝，伊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互咱得到胜利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着徛在毋通摇动，着常常尽力为主做工，因为恁知为主着麻做工，一定袂落空。为主工作，无嫌劳苦。2021年，全国一度进入武汉肺炎疫情3级警戒，暂停室内5人以上聚集。为着信徒的灵命需要，我和同做牧师的丈夫讨论，决定按照圣安宫读经进度，推动每日灵修。
每天有录7分钟的信息，踮网络线顶牧养信徒。阮也鼓励兄姐，毋通过度关注疫情的起落，免得引发忧虑和压力。即便因逐日靠灵修得到气力，度过漫长的防疫隔离生活。阮逐工穿正式的服装，用语录方式逐日朗读事先写好的灵修文章。若一切顺利，真紧就通完成录影的工作。总是有时难免会读毋到字音，也是囡仔无小心发出声音，就搁爱从头重录。完工了后，过当日早起，搁再传去教会的群组。拄才开始感觉犹真新鲜，不只有成就感。毋过疫情久久无减退，我逐日爱写灵修信息，难免找无灵感。有时阵就算坐点册桌仔前真久，也为无进度在艰苦。记日有一遍，为着准备灵修文章无用到正暗，伫身躯疲劳亚线的时，心内浮现一个声音：阮安尼做敢有路用？兄弟姊妹敢真正有领受到？因敢有在对进度？还是阮安尼做根本是白了工？当我安尼想的时，上帝就用当日的经文点醒我。迄段经文拄好提到，不如决心为传福音付出代价，为着传福音，日日冒着性命的危险。这互我感受良多，想起保罗正信徒和宗教改革者，用顺道的精神来传福音，为真理牺牲性命。今仔日，咱检测毋免因为传福音付上性命的代价，毋过也是通为着宣扬福音，耗费真侪时间、精神甲体力。敢讲因为安尼，咱就退休？保罗知影，真侪信徒伫面对错误的教导和各种引诱的时，会受到影响，偏离原本所相信的。所以伫哥林多前书15章最后，伊勉励信徒爱坚固，袂动摇，而且爱持守信仰，相信过活的愿望。搁较要紧的是，莫惊辛苦，爱积极做主的工，相信为上帝做工，绝对袂做白工。上帝的确会纪念咱的劳苦，报赏咱。阮的网络线顶灵修维持一段时间，后来有一位社青分享，伊甲阮录制的灵修底片，寄转去互后头厝的赖群组，伊后头厝的人回应讲，这个信息对因真激励，特别是当因无法度去教会，却通逐日接到牧师的灵修底片，得到鼓励，也互因的信仰搁较坚固。虽然我伫咧录制灵修底片的过程，也拄着真侪困难甲心情起落，毋过听到这个回应，就感觉一切辛苦拢有代价。上时阵，我也看到真侪牧者伫疫情中把握做线顶牧养的契机，不时劳苦为主做工，牧养羊群。当信徒因为安尼，搁较认捌真理，较无亲近上帝，我想这就是上帝互众牧者上好的报赏。默想，我捌因为服侍上帝倍感辛劳无？我捌因为服侍上帝倍感辛劳无？咱来祈祷，
感谢上帝，使用真济为主辛劳做工的奴仆做我的好模样。我也对因的信上看到，为主做工袂空空。愿你帮助我追找因的脚步，坚定服侍主无变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